南马国家巴基斯坦城市德拉伊斯梅尔汗当地时间1月23暗时，迄边的和平委员会主席引导发生自杀炸弹攻击，苏当时伫咧办婚礼，也嫌犯去到地甲炸弹崩落，造成至少5人死亡，10人受伤。也因为当地的和平委员会遐的部落长老有公开反对武装组织，即马警方无排除可能就是武装组织的犯案，会进一步调查。 救护车赶紧进入事发现场，比会婚礼现场。即马煞变甲如苍苍，正啊出现4月线。南马国家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城市德拉伊斯梅尔汗，伫当地23暗发生自杀炸弹攻击，事发地点是当地和平委员会主席马哈尔苏德的徛家。迄当时当地举行一场婚礼，因过相关进入婚礼场地了后，就引爆场地外头来炸弹，当场造成包括相关等真侪人死亡。blast हुआ है तो यहाँ हमारे पास ट्रामा एंड इमरजेंसी में अभी तक तकरीबन 7 इंजर्ड आए हैं जिनमें एक थोड़ा ज़्यादा ज़ख्मी है बाकी 3 अभी तक डेड बॉडीज़ लाई गई हैं। 代志发生了后，警方甲安全部队、救援队紧紧赶去现场，将罹难者甲受伤的人紧急送到附近的病院。因为部分伤患的伤势真严重，危及生命，病院烦恼死亡人数可能也会增加。因为当地和平委员会是由公开反对 TTP、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等武装组织的部落长老组成，警方无排除可能是 TTP 武装组织犯案的进一步追查。另外，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克拉茨17发生的上场大火，随救援人员一直清理现场，即马总计至少有67人死伫火场。 We have moved towards DNA identification and anthropological identification. By using DNA technique, we have identified 8 of the individuals. 官方表示，目前也在调查火灾原因，佮遭找失踪的人，有计会为监视遵守消防安全法规甲建筑管理规范方向来调查。公司新闻台是董平业。